收睇潮玩科技。為咗更好咁樣防範惡意軟件 ，Google 咧對 Android 應用程式嘅更新政策咧就做咗啲調整嘅。凡係由 Google Play 嗰度下載嘅應用程式咧，而家就一定要通過翻呢一個官方嘅渠道咧，先至可以做一個更新。咁如果喺應用程式之內置嘅自動更新器咧，就有可能被 Google 封殺嘅。今集咧，我哋就請嚟商智謀略資深科技顧問 Andrew 黃佩成咧上嚟同我哋分析下呢個對策究竟對用家有啲咩影響啦。Andrew 你好，你好啊！嗱，先同我哋講下啦，即係其實今次個修訂嚇背後有啲咩原因喺度啦嚇？點解 Google 突然間又會做呢啲咁樣嘅修訂咧？咁我哋知道咧，過去咧，如果你喺 Android 嘅手機上邊咧更新一啲 Apps 嘅時候咧，咁其實你喺個 Google Play 入邊咧，你可以選擇自動更新啦，或者手動更新就已經可以做到嘅。同埋你都見到一樣嘢，就係 Google Play 同App Store 個更新 Apps 咧，始終有啲唔同嘅地方，就係話如果你係一啲 Google 嘅 Apps 嘅話咧，咁佢可以容許俾你咧自己帶一啲自動嘅更新器喺入邊嘅。咁通過呢啲自動嘅更新器嘅時候咧，咁呢啲 Apps 咧可以更新佢一啲程式去到最新嘅版本啦，而唔需要通過Google 咁樣嘅。咁其實有好有唔好啦。好嘅咁如果你係一啲保安軟件嘅時候咧，咁你能夠得到一啲保安嘅 update 可以好快得到咯，同埋都減低咗 Google 批核嘅時間咯。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繞過呢個 Google 去進行一個把關嘅時候咧，你落到用戶手機入邊嘅 Apps 咧，究竟係穩唔穩定啊、安唔安全咧，冇人知道嘅。變咗就係話，如果有一啲黑客咧，佢本身擺一啲 App 上去 Google Play，可能開始嘅時候係冇乜問題嘅喎，到佢日後佢自動升級嘅時候，可能變咗樣，唔係原本嗰個 App，可能係一啲惡意軟件啊。咁變咗就係話會對用戶嘅手機一啲資料，譬如相片啊，或者銀行資料度，會唔會有機會外泄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最大個出現嘅背景嚟嘅。係，即係而家嗰個問題就在於你唔係喺 Google Play 嗰度 update 嘅時候，就冇人能夠保證到嚇究竟係咪安全啦。咁今次嗰個條款係點咧？係咪純粹話唔準大家裝咗啲 app 之後喺其他地方 update 咧？嗱，咁喺 Google Play 入邊咧，佢有一個新嘅條款咧，喺一個危險產品一欄入邊咧，加咗一個描述咧。咁嗰個描述點樣講咧？佢就係話，如果凡喺 Google Play 下載嘅應用咧，你係唔可以咧繞過Google Play 嗰個商店去進行更新啦、修改啦、替換啦，或者升級佢一啲 APK 嗰個代碼咁樣嘅。嗱呢個條款就寫得好清楚啦。咁但係 Google 其實一路以嚟，即係 Android 呢個平台都俾人講話好開放嘅平台嚟㗎嘛嚇。佢一開始用嘅時候已經係打呢一個嘅焦點㗎啦。咁一路以嚟安全性都有問題㗎啦。點解而家咁下定決心做呢樣嘢？係咁事緣咧較早嘅時候咧，咁 Facebook 咧喺更新一個 Android 嘅過程當中咧，令到一啲用戶嘅手機咧出現咧不停嘅震盪啦，同埋響聲啦，直至下載同埋安裝完之後咧，先冇事嘅喎。但係問題就係呢一次雖然呢次升級咧係完全係合法，同埋個升級嘅過程入邊咧冇自己個惡意程式碼喺入邊，但係問題你始終繞過咗 Google Play 呢個升級流程嘅時候咧，其實 Google 咧心裏面咧其實都有啲擔心喺度嘅，係啊。咁所以 Google 就好擔心大家會即係受到呢啲嘅惡意程式所影響啦。咁但係對業界嚟講咧，好似今次 Facebook 咁，其實係一個冇惡意程式嘅update 嚟㗎嘛。但係做 update 嘅過程都有啲問題發生咗。會唔會話對於一啲商戶嚟講，其實佢哋日後想提供一啲 update 嘅時候會比較困難啲？其實如果你睇翻今次Google 點解去有呢個條款咧，其實 Google 咧其實醉翁之意咧，大家都估咧並唔係因為一啲 Apps 嗰個自動更新呢樣嘢嘅。其實佢係擔心，譬如話 Google Home 呢個新嘅 launcher 嘅時候，如果你容許俾佢以後自動更新嘅時候咧，咁如果有一日嘅時候，咁萬一Facebook 佢俾佢自己嘅UI 自動更新嘅時候，變咗分分鐘可能有機會將 Android 嘅系統騎劫咗嘅。咩意思咧？就係話，如果 Facebook 佢本身有一啲程式碼入邊可以幫嗰個系統，譬如話仲有一啲烏機動作啊，分分鐘可以將全球11部個 Android 嘅生態系統變咗 Facebook 嘅生態系統喎。咁理論上其實完全可行嘅，但係問題當然你話發生呢件事嘅機會都會好低啦。咁其實呢次事件發生之後咧 ，Google 咧都冇對 Facebook 有任何嘅怨言喺度嘅，係啊，咁仍然都俾佢繼續咁樣更新嘅。但係咧，佢新嘅條款始終出現咗嚟啦。咁佢雖然對 Facebook 冇乜怨言嘅，但係對於一啲小嘅手機嘅 Apps 嘅開發公司咧，如果佢哋有佢自己嘅生態系統嘅時候，譬如國內
有一個叫做 Go Launcher 啊，或者奇虎360呢啲咧，咁就會受到好大嘅影響喺度咯。即係可能今次除咗保護用家之外，都係保護翻 Google 自己啦。咁但係喺用家方面咧，用嘅時候會唔會有啲係唔同？我哋而家要知道，即係要自己自動去 update 啊，定係點樣？即係有啲咩去配合啊？係，雖然有呢個新嘅條款喺入邊咧，但係其實咧，如果用家咧想曉過呢個 Google Pay 嘅更新咧，其實都唔係唔可以嘅，因為你始終喺手機入邊咧有一個未知源頭嘅設定咧。如果你打開咗嘅話咧，你一樣可以喺唔經 Google Pay 底下咧都可以安裝呢啲 Apps 嘅。但係問題就係話 Google 已經作咗一個特別嘅聲明，就係話如果你係唔經我呢個官方更新嘅時候，咁有啲咩問題嘅時候，可能用家咧要自己要負擔呢個責任喺度咯。到時個風險咧就係要自己負翻啦嚇。唔該晒 Andrew 咧，同我哋解釋咗 Google 呢一個新嘅政策啦。潮玩科技嚟到呢度啦。